我從前的學校教室裏掛着一張蒙娜麗莎，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名畫。先生說，注意那女人臉上的奇異的微笑，的確是使人略感不安的美麗仿佛的笑，像是一刻也留他不住的，即使在我努力注意之際也滑了開去，使人無緣無故覺得失望。先生告訴我們，畫師畫這張圖的時候，曾經費盡心機搜羅了全世界各種罕異可愛的東西，放在這女人面前，引她現出這樣的笑容。我不喜歡這解釋。綠毛龜、木乃伊的腳、機器玩具，倒不見得使人笑這樣的笑。使人笑這樣的笑很難吧？可也說不定很容易。一個女人默地想到戀人的任何一個小動作，使她顯得異常幼氣、可愛又可憐。她突然充滿了寬容，無限制地生長到自身之外去，蔭蔽了她的過去與將來，眼睛裏就許有這樣的蒼茫的微笑。蒙娜麗莎的模特兒被考證出來是個年輕的太太，也許她想起她的小孩今天早晨說的那句聰明的話，真是什麼都懂得呢，到8月裏才滿4歲，就這樣笑了起來，但又矜持着，因為畫師在替她畫像。貴婦人的笑是不作興露齒的。然而有個19世紀的英國女人，是不是 Walter de la Mare 記不清楚了，寫了一篇文章關於蒙娜麗莎，卻說到鬼靈的智慧，深海底神秘的魚藻。看到畫想作詩，我並不反對。好的藝術原該喚起觀眾各人的創造性，給人的不應當是純粹被動的欣賞。可是我憎惡那篇蒙娜麗莎的說明，因為是有限制的說明。先讀了說明再去看圖畫，就不由得要到女人眼睛裏去找海底的魚影子，那樣的華美的附會，似乎是增多，其實是減少了圖畫的意義。